学贵学校白话字课本儿童故事册第一册陈光辉编著。基督教教育的目的是要指导人用认捌主耶稣来恭敬服侍上帝，做一个有活命的基督徒。要达成这个目的，咱有种种的节目，就中也有主日学，也有主日学的学贵学校。利用学贵学校时间算较有接近的中间，有在教白话字。咱期待逐人会用爸母腔来读圣经。一礼拜感觉还细汉的囡仔会晓读白话字的时，无啥物拄好的册。即帮无认家己的汉文，有备办即本短短浅浅有趣味的儿童故事，希望互儿童家己读，会家己了解。伫迄中间，通会捌一段的教示，甲会识白话字，因为爱互伊赴学贵学校，通互大家适应。至到话语内容、图画等，有济济应该着改，抑佫做袂到的，希望得到列位的指导，通将来成做较好用的来利益大家。主后1960年6月20日，陈光辉。